我哋係粵風無痛通淋巴中心。我哋主要特色就係顱底無痛治療。咁通過呢個顱底，通過頭顱呢個神經主宰全身呢個系統咧，當我哋鬆咗頭部呢個神經之後咧，就全身都會放鬆噶啦。一人健康，全家幸福。所以我就想幫助更多人健康，就需要從事呢個行業啦。所以咧，我哋係中西結合嘅。個主要服務咧就係以養生保健為基礎，但係咧如果有痛症嘅時候咧，改善得快嘅。喺我哋中醫嘅經絡嚟講咧，經絡通就可以百病消啦。咁我哋除咗去幫你通經絡之外啦，人體12經絡、14經絡之外咧，我哋幫你嘅根基膜疏通，起到個從內而外中西結合，都非常幸福嘅療法。真係好開心，因為係幫到人嘅健康。就呢個咧就喺灣仔會展2024年7月份嗰陣時咧，就呢個 ESG 呢個政府機構咧就頒咗呢個傑出社會服務獎俾我啦，就代表我哋對香港嘅一個貢獻啦。咁我哋覺得多啲人去做，一齊去做善事咧，咁我哋可以創造更美好嘅香港啦。慈善健康講座咧，我就舉辦咗一個慈善嘅經絡教八段錦氣功，一個無痛通淋巴講座啦，教識你哋點樣幫自己去通淋巴，又教埋你點樣做八段錦運動咧。咁其他人好感恩佢哋嘅善款咧，捐出嚟嘅善款，我哋全部就捐俾香港夢飛行慈善機構對小天使一個捐助。非常之好嘅，幫助好多人。我哋大家一齊去做善事，我哋一齊去將呢個愛心去傳遞俾更多人。一人健康，全家幸福。